继续来看悠游卡公司，近日推出立体造型的悠游卡，总是会造成民众抢买。这届悠游卡公司佮甲宝可梦合作，把悠游卡变做圆圆的宝贝球，使用的时阵佫会发光哦。果然开卖无到1点钟，14000份就总行抢了咯。 革命一个就会发出青色的光宝贝球变成悠悠卡，互真侪人介意。超商甲网络同时咧卖，严格拢塞车，1点钟内卖了了。在这个 PC Home 上面，好像5分钟左右就卖完了。在那个超商，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内也都卖完了。提出宝贝球，虽然我都掠宝可梦，抑过会使坐捷运，在宝可梦卖，好亲像拢无想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有2摆注文，每一人会使限买4粒，随行买了了。 悠游卡公司近年嘛推出立体造型的悠游卡，像讲台湾美女发行1万份，美少女剑穗月光宝阿爸发行8000份，这摆宝可梦的宝贝球发行14000份，这3款真紧拢互人抢了去，有人是转手赚几啊倍。 早起开始卖，下晡就出现网站顶面伫拍卖啊，而且介绍一直起。虽然讲买悠游卡的人是愈来愈少，也要推出新造型，毋若吸引真侪人介意，嘛有伊的附加的收藏价单。悠游卡公司有可能未来会提悬限卖数量。